然蹲在地上啊，想说是不是他定妆的时候拉伤？就不是，他说腰很酸，然后回去他就在群组说，我刚刚血尿。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，你就赶快去挂。哎，什么事？来中间，中间。来中间，右。好，来北去，1、2。阿翔没有来，肾结石。对啊，这个昨天要传消息来。他昨天在定妆的时候，他就突然蹲在地上啊，想说，是不是他定妆的时候拉伤？就不是，他说腰很酸，然后回去他就在群组说，我刚刚血尿。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跟他说，你就赶快去挂急诊。然后一挂就是0.76公分。对，他有个结石0.76。是。这样。我觉得应该感同身受。对他讲，我就知道，我在我医学的常识，我就跟他讲，就说你一定超，我说你一定超过0.5啊，他说哦，对你真是神啊，我是0.77。那你当初是多少？我0.6多。对啊，可是我也是因为这种经验，因为赖的放着不去拿，所以。那他这样跨年还可以如期参加吗？以我的经验是可以的。是可以。因为第2天也是录音。防疫按照政府所讲的啊，这个5大项嘛，对不对？口罩不能随时拿下来，不能在那边吃东西，喝水是可以的。保持安全距离。对。有控制什么那个人数吗？因为像台北就有控制那个人数。说实在，你说真的控制要点到刚刚好嘛，也很难，就尽量啊。我们艺人后台也是全部戴口罩，我只要上台下来就要戴口罩，全程就是戒严。口罩就是护身符。对。那最近那么冷，有特别做什么防御措施吗？哇，现在开始在担心了。你应该是带电扇吧？哇塞！你现在在风口还在给我流汗，哇！我在想说你们解了，我就担心你跟阿翔没有脂肪怎么办？蛙哥没有这个问题的，对。我们就是8个暖包，就是确认过，一定会唱。对，明天早上会确认最后一次。全球独家发行。对，2首歌。对。他是安排在暖场的部分还是会播出吧？不是唱广告时间吧？现在答应我，有没有长官可以答应我？现在。不会带观众，但观众可以去小便的。不要啦，留着听一下，不错听啦，不错。打电话他都不回啊，传简讯他也不回啊。对啊，他已经像失踪一样。好像还是走不出来，然后之前宪哥也是不想要再跟他讲这个事情。其实大家都很关心他啦，尤其今年2020年，大家所发生的事情，其实也都蛮多的。大家除了关心他，他也要稍微这个体谅一下别人，可能别人有很多事情。那瓜哥会不会觉得，就是有什么建议给他？没有啦，我等联络到他再说吧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辩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辩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